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魔音女團系列嘅第5集。今集呢亦都係呢個系列嘅完結篇。首先呢，上一集嘅結尾呢，我曾經講過，如果莊子璇衰咗嘅話呢，我會專門加插一段片呢去復盤佢點解唔得嘅。不過好彩，最後佢都得咗，我真係鬆一口氣，因為我份人呢真係好懶嘅，講少啲就可以做少啲功夫啊嘛。都係嗰句啦，以下省略1萬字。反正實有佢份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即刻開始一口氣睇晒魔音女團第6至第10集。第6集正式開始，一嚟呢就宣布初舞台嘅入圍隊伍，結果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 Team A 同埋 Team B 順利入圍啦。跟住呢，節目組就剪輯咗一啲個人感受啦。我覺得李允嫣 Victoria 呢，佢嘅表現呢係幾好嘅，佢冇怨天尤人啦，反而做咗一個呢本來應該由隊長做嘅嘢，就係先恭喜對方入圍啦。表現得非常大體，跟住鏡頭一轉，節目組咧就突然宣布，原來仲有一個咧個人 solo 可以復活嘅喎。睇到呢度咧，我真係笑咗，梗係啦，因為淘汰名單入面有一個重要嘅人被摟咗嘛，點可以俾佢摟噶？至於點復活咧，個規則咧，我覺得就有啲求其嘅，就係唱翻咧自己隊伍嘅考核歌，即係話唔係唱最緊要快咧，就係唱買得到。通過個人 solo 跳唱呢，最高分嘅4位可以復活。我哋按照出場嘅順序呢，做一個簡短嘅重考點評啦。首先第一位出場呢，就係陳希瑞啦，我覺得佢呢真係太瘦啦，如果肥翻少少呢，上鏡可能會更加好睇。咁至於表演方面呢，唱得呢確實係唔好嘅，不過睇完呢幾集落嚟呢，我覺得其實佢個人都幾溫柔嘅，又好識體諒人啦，觀眾對佢嘅觀感呢，應該都提升咗唔少嘅。跟住第2位出場呢，就係喬美莎，跳得係好好嘅，估唔到呢，唱都唱得好好喎，特別係佢廣東話嘅咬字呢，聽得出呢，佢係好努力。本身呢首歌呢，就已經好容易唱走音噶啦，加上啲歌詞呢，又奇奇怪怪咁。作為一個非母語人士呢，可以咬準歌詞，仲要又唱又跳喎，我覺得呢，佢其實真係好抵讚嘅。跟住第3位呢，就係 Victoria 李允嫣啦，佢呢，就真係唱得唔好啦，冇其他嘅評價。因為除咗唱歌之外咧，佢其他嘢都算係 OK 嘅，同埋頭先咧佢嘅大方談吐咧，我已經讚過啦。咁第4位咧就到 Emily 啦，咁我覺得咧有可能佢同李允嫣咧其實係2個揀1個嘅，但因為咧佢真係跳得比較出色。之後第5位出場咧就係廖慧儀啦，佢同 Charles 一樣，無論唱跳咧整體表現都係唔錯嘅，而且佢嗰顆咧可能只有呢次機會可以翻身嘅心呢，真係隔住個 mon 都感受到。咁我覺得梗係好事嚟噶啦，女仔靠自己點都好過靠緋聞啦。接住落嚟呢，第6位出場就係 Cypher 啦。唉，其實呢，我覺得佢已經係做得好好噶啦，因為喺身體抱恙嘅情況底下呢，依然出力咁去跳唱啦。咁我見到呢，網上呢有啲留言話，佢上星期被淘汰呢係寫一定嘅劇本嚟嘅，因為最後呢會俾佢復活翻。但係我覺得呢就唔係咁嘅，因為呢當時評判呢鬧得實在太犀利啦，說話講到咁盡呢，唔似係有得翻轉頭嘅咯。我之前都講過啦，Cypher 呢係連海選片段都冇被播出嘅，咁最後都可以入圍呢，本身已經係一件好爭氣嘅事，亦都證明呢公司係肯俾機會佢嘅。咁而家呢機會，公司肯定就當係俾咗噶啦，之後仲會唔會有咩突破嘅話呢，就要睇佢自己嘅做法啦。當然啦，我係希望佢可以越嚟越好嘅。講到呢度呢，仲剩翻2位重考生未出場喎，大家都明啦，TVB 點都會拖到下一集先播啦，所以呢，我哋即刻去第7集啦。咁啱呢，又係第7位嘅重考者出場啦，佢就係 Michelle 葉靜怡嘅。我覺得佢嘅表現呢係幾好嘅。但無奈咧，呢個節目咧競爭真係太大啦。如果佢同海選嗰陣比咧，其實入到16強咧已經係超額完成任務噶啦。跟住最後咧壓軸出場，壓軸宣佈嘅當然就係我哋嘅天選之人莊子璇啦。冇辦法啦，主角光環啊嘛。不過一樣還一樣，公道啲嚟講，要唱一首咁岩巉嘅歌詞，又要盡量做齊晒啲跳舞嘅動作。喺咁多位重考生當中呢，佢算係唱得最穩定噶啦。單止呢個 performance 啊，咁最後呢，復活嘅4位呢，就係 Charles、Jessica、Emily 同埋 Hillary 啦。復活完之後呢，就重新分組啦。12個人呢，就分成2隊，每隊6個，
統一考核嘅曲目呢，竟然係得一首，就係嗰首主題曲《Lucky Star》啦。跟住呢，重點就嚟啦，節目組呢係會按各自喺隊伍入面嘅擔當呢去分配職責嘅。呢個所謂嘅職責呢，其實就係一個隱藏嘅一對一 battle 嚟嘅。唱歌擔當對戰唱歌擔當，跳舞擔當呢對戰跳舞擔當，靚女擔當呢又對戰靚女擔當。呢個規則呢，其實對於最終嘅選擇呢係關鍵嚟嘅。後面講到決賽嘅時候呢，我會再補充。嚟到第8集啦，主要呢就係講呢12位入圍嘅練習生呢點樣排練，準備最終嘅考核嘅。成集咧可以分開上下兩半部嘅，上半部咧就係佢哋嘅練歌過程啦，其實就係上下堂啦，再錄影埋佢哋錄音主題曲嘅情景啦，炒埋一碟咧就當節目嘅一部分嚟播啦，相對咧係比較平淡嘅。咁但係下半部咧我就覺得幾好睇喎，因為咧終於都有翻啲綜藝感啦，即係夠搞笑啊！首先咧節目組就安排咗佢哋同新嘅青春女團咧 Honey Punch 做交流啦。最搞笑係咩咧？就係人哋 Honey Punch 嗰個自我介紹啊，話最大嗰個咧係得16歲嘅啫。哇！跟住你哋逐個睇下各位姐姐級嘅女團練習生佢哋嘅反應啦。睇翻呢張相，真係超級真實又好笑啊！呢 part 咧，我覺得係剪得幾好嘅，攞啲姐姐嘅年齡嚟搞下笑啦。另一方面咧，又突出咗班姐姐咧，其實都好大方嘅，好欣賞妹妹嘅青春活力啦。從中咧又發現到人哋嘅長處，自己又學到嘢喎。成件事咧都幾正面嘅。不過睇完 Honey Punch 咧，又嚟一句題外話，Six 今次咧真係有啲難搞。跟住搞笑仲未完嘅喎，節目組咧仲安排咗一班更加之細嘅弟弟妹妹，即係舞蹈學校裡面嘅練習生啦，去點評佢哋。仲要咧班細路咧示範表演俾班姐姐睇，呢種反差萌咧真係全集綜藝裏邊嘅搞笑時刻。到第9集啦，一開始咧就係回顧啦，即係心路歷程。當然今次咧就係 focus 喺入團之後嘅辛酸啦。例牌啦，綜藝節目必備嘅賣眼淚時段，剪輯出嚟嘅效果咧未至於話好感人，但起碼咧都睇得出呢16位嘅練習生咧。佢哋其實都好明白今次咧係機會難得嘅，大家咧都真係搏晒命去努力噶。順帶一提啦，根據非正式統計，呢 part 喊得最多、鏡頭最多嘅係孖邊鄧海文。咁跟住咧就有16位一齊合唱歌曲《下一站天后》嘅錄音，同埋前前後後嘅一啲片段啦。雖然呢首歌咧嘅歌名咧意頭咧係好好嘅，但唱嚟唱去咧都係翻唱舊歌。我真係好希望 TVB 咧嚟緊可以科水咧，俾一首全新專屬嘅歌曲佢哋。跟住下半段播出嘅呢，就係決賽前嘅排練啦，當中呢，會有各種情況嘅出現。我平時睇真人 show 呢，真係好中意睇呢啲細眉細眼嘅嘢，因為從 detail 當中呢，係可以睇出一個人嘅性格同埋人品嘅。喺呢度呢，我主要係想重點講余可晴同埋魏嘉文呢兩個女仔嘅，真係唔錯喎。首先余可晴啦，唔知佢係咪喺烏生身上學到嘢啦？佢作為隊長呢，無論係主動做定係被動做，既然孭得起呢個名呢，佢就要有擔當。有問題呢，就係我嘅問題。佢嘅態度呢，就係先做好自己，先檢討自己，先承擔責任。呢個呢，絕對係一個好嘅 leader 必備嘅條件嚟嘅。觀眾睇到嘅觀感呢，都會覺得佢好好嘅。然後呢，就講魏嘉文啦，佢好體諒做隊長嘅辛苦，為咗俾多啲支持余可晴呢，佢話只要隊長喺 WhatsApp group 入面講嘢呢，佢都會盡量第一時間去回覆，俾多啲反應，絕對唔會冷場嘅。咁作為觀眾呢，睇到呢啲細節呢，我就會覺得呢個女仔嘅品德呢唔錯喎。當然啦，你可以話其他女仔私底下都一樣係咁好，但係節目組呢冇剪出嚟呢，我係睇唔到嘅。最後呢，就嚟到萬眾期待嘅第10集完結篇啦。兩隊呢都表現得好睇嘅，我個人覺得，因為呢班女仔呢真係都唔簡單嘅。喺重要嘅時刻一嚟呢，就嚟料噶啦，咩都可以克服，又成長咗喎。到最後呢，就算淘汰咗嘅女仔呢，都好大方咁恭喜對方入圍。呢啲細節呢，我都係有睇在眼裏嘅。另外呢，宋婉穎嗰隊明顯係真係勁好多，一出嗰下呢，完全唔係一個 level， 加埋後面同魏樂琳一齊好型格 rap 啦，離遠呢，你都會感受到嗰種張力，真係唔一樣。喺宣布賽果之前呢，再重複一下評分標準。我喺前面第7集嘅時候呢，就有睇過噶啦。
團戰入面呢，其實係隱藏住1對1嘅 battle 嘅。決賽嘅標準呢，我會形容為團隊表現加個人表現，再唱同一首歌，全部炒埋一碟進行評比。簡單嚟講呢，呢個賽制係有一個好大嘅調整空間。假如你身處嘅團隊呢，表現得唔夠你嘅對手好，其實呢係唔緊要嘅，可以喺嗰啲咩擔當乜乜擔當入面呢拉翻你上嚟嘅。一方面呢，可以確保一啲心儀嘅選手呢唔會因為團隊嘅失誤呢而被拖累。另一方面呢，喺整個節目入面呢，個人表現做得好嘅，有 potential 嘅，或者人氣特別高嘅，係有機會呢被破格選上，就係咁啦。喺我呢條片出街嘅時候呢，大家都已經知道個結果啦。我自己對於入圍名單呢係滿意嘅，因為同我自己嘅估計係差唔多嘅啫。另外仲會有啲唔捨得啦，因為咁快就播完啦。而至於個賽果，讚又好，彈又好，留翻俾一眾網民啦。唔知你哋又覺得點呢？喺最後嘅最後呢，我想從商業角度同大家講解下，當呢班女仔正式成為女團出道之後呢，佢哋係要去接廣告啦、接商演啦，甚至直播帶貨添。咁呢個時候呢，金主爸爸就會問：魔音女團冇聽過喎，有啲咩人㗎？咁你認為喺呢個時候有咩回覆會好聽得過？我哋呢團一共有6個人，其中3個係香港小姐冠軍啊！